喺以賽亞書53章描繪耶穌為一個受困苦嘅僕人，你有冇諗過係乜嘢使耶穌能夠毫無怨言咁樣堅持落去呢？喺使徒行述懷愛倫解釋話，耶穌看到他勞苦的功效，便心滿意足。佢眺望到永恆，睇見得救嘅人嘅喜樂，就係嗰啲因住佢嘅救恩而獲得赦免同埋得到永生嘅人。佢聽見得救嘅人佢哋得勝嘅呼聲，佢哋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嘅得勝歌聲。所有屬於耶穌嘅人都會仿效佢，好似佢咁願意為所要代死嘅人獻身。借着效法佢同獻上自我，以十一同埋奉獻嚟推廣佢嘅國度，我哋都會喺救靈嘅工作中得到滿足。當我哋歸還十一同埋奉獻承諾嘅時候，讓我哋向耶穌祈求，得到跟隨佢獻身嘅嗰種喜樂。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